2025年初，科技圈有3張 offer 徹底打破了公眾的認知。23歲的 Gabriel Peterson 入職 OpenAI 負責 Sora 團隊，17歲的 Ashwin 被 Perplexity 執行長親自挖角，19歲的 Dibaghya 拒絕哈佛，投身 AI 實驗室。當家長還在焦慮如何送孩子進名校時，全球最聰明的公司卻在瘋狂收刮高中生。為什麼？大公司不看學歷，不代表不看實力。我們看 Gabriel 17歲輟學後，他沒閒住，他先後在多個 AI 初創公司擔任重要職位，甚至21歲就當上了 CTO。對於 OpenAI 來說，他已經用過去6年的連續作品證明，他具備處理大規模生成式模型的實戰經驗。這張 offer 不是發給學歷的，是發給作品的。很多人會好奇，一個高中輟學生沒有教授帶，是怎麼學會這些連博士都覺得難的算法的。Gabriel 在訪問中提到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遞歸學習法。傳統學習是線性 ABC， 但他相反，他先定一個目標項目，比如做一個視頻生成器，碰到不懂的知識點，立刻向下鑽研。他把 AI 當成蘇格拉底式的導師，精準提問，快速反饋，在幾分鐘內內化一個知識點。這種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的效率，讓傳統的4年大學課程顯得極其緩慢且低效。這裡出現了一個關鍵的對比，傳統工業化路徑是把孩子培養成等待指令的零件，在保姆式的環境中學習全量知識，而 Gabriel 的路徑是把自己變成一個主動搜尋的駕駛員。但問題來了，現在每個人手裡都有 AI 工具，為什麼只有極少數的 Gabriel 能做到這一點？大多數人有了 AI， 只是用來作弊或娛樂，而他卻能用它來重塑大腦。這就是我們今天要探討的最核心問題。決定差距的不是 AI 這個工具，而是使用工具的那個人。Gabriel 身上有一種極其強大的內核，他在17歲時就有定力，在沒有學校管轄的情況下，獨自鑽研幾千個小時。他明確知道自己要什麼，並且能與全球的開源社區建立連結。這種能讓人在 AI 時代立得住的能力，不是大學教的，甚至不是高中教的，它源於更早的一種人格底層的構建。Gabriel 在訪問中說，很多人上大學，本質上是為了尋求一種保姆式的保護。因為他們根本沒想清楚自己到底要做什麼，大學正在從必選項變成這種保姆式避難所，而真正的教育應該是讓孩子拆掉這把保護傘，啟動他內心的引擎。下一集我們將進一步拆解這種能讓孩子立起來的強大內核到底是如何被構建的。願你的孩子能成為那個掌握自己命運的駕駛員。我們下集見。